主后2023年1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的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21节。这代志以后，上主伫异象中对亚伯兰讲：“亚伯兰，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保护者。”我会互你丰富的报赏。亚伯兰讲：“至悬的上主，你要互我甚物？我一直无囝，要继承我的财产的是大马士革人以撒。”亚伯兰阁讲：“你要互我后嗣，出世伫我家内的仆人会继承我的财产。”上主对伊讲：“你的继承人毋是即个人，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”上主就带伊出去外面，讲：“你看天，算遐个星，你减算会了，你的后代嘛会亲像安尼。”亚伯兰信上主，上主就甲伊算做义。上主阁对伊讲：“我是上主，我带你离开巴比伦的5年城，是要将即个地赐你做产业。”亚伯兰讲：“至悬的上主，我要安怎知会得到即个地做产业？”上主甲伊讲：“你去掠一只3岁的牛母，一只3岁的山羊母，一只3岁的绵羊，一只放甲，一只粉鸟仔囝来。”伊就去掠遐个动物来，逐只对中破做2边，两边排相对，只有鸟仔无破开。有秃头鹰飞落来，停伫净生尸体的顶面，亚伯兰甲因赶走。日要落的时，亚伯兰困冬眠，忽然有互人惊吓的大黑暗搭我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一定着知，你的后代会寄居伫别人的地，做遐个人的奴隶，受苦400年。欺压因的国家，我会甲因审判。后来，因会带真济财物对遐出来。你会食长岁寿，互人安葬，平平安安转去恁祖先遐。到第4代，因会倒来遮，因为阿摩利族的罪还未圆满。”日落天暗，忽然有出现的炉，甲底倒的火把，对遐个破平的木的中间经过。迄日，上主甲亚伯兰立约，讲：“我要将对埃及的边界到幼发拉底河即个地赐互你的后代，就是将基尼人、基尼西人、加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利法因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吉加撒人、亚布斯人，因的地赐互你的后代。”以上。上主的约。大水过后，上主甲挪亚立约，用弓作证，无搁再互大水淹砍大地，灭绝万物。这个约是属伫全地的，包含上主创造的一切，无论是人，也是一切活物。当上主呼召亚伯兰，就一路观察伊，最后甲伊立约。这是上主甲个人所立的约。
伫上主甲阿必兰立约以前，阿必兰早就经历着上主的祝福，譬如财富增加、战争得胜。伫遮，上主甲阿必兰立约，应允赐予伊护卫甲土地。当上主应允要正做阿必兰的盾牌，佮大大赏赐伊的时，阿必兰第一个反应却是：我既然无后生，你互我赏赐有啥路用呢？对安尼，上主强调阿必兰要有护卫，亲像天顶的星遐济。阿必兰信上主，上主就认伊做义人。佮应允赐伊土地做产业。上主对呼召阿必兰开始，就不断提到伊的应允，总是直到阿必兰甲罗德分家以后，上主才甲阿必兰个人立约。这约是针对阿必兰的内容，除了重申上主捌对阿必兰讲过的应允。以及伊会享受长岁寿，佮包含将来伊的后代会遭遇到的代志。上主对阿必兰讲，伊要甲即片土地赐予阿必兰做产业，但是你一定着知，你的后代会寄居伫别人的地，做因遐的人的奴隶，受苦400年。后来，因会带真侪财物对遐出来。这个约有祝福，也有必须着面对的困境。上主并无简单用美丽的祝福来包装，是甲将来会拄到的苦难，常时也摆列伫阿必兰的面前。亲像主伫大马士革呼召扫罗的时，也是清楚指出，伊的面前会有苦难，总是伊犹原着爱对正人为主做见证。阿必兰甲扫罗接受呼召，因为因拢全然相信上主。上主的约也有一个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关系的确定。这约是一个长期的约，只有一边的立约人死亡，也是违约的时，约的效力才会改变。另外，甲一般君主的约无共的所在，是君主的约是用上位者的好处做考量，上主的约却是用人的利益做考量。所以，当以色列背约的时阵，上主要差遣先知向因讲话，希望呼唤伊的子民回头悔改，避免遭祸。上主持守伊甲阿必兰所立的约，几千年来一直不变。上主主动甲人立约，互一个族群得到竞选。这约包含一个对无到有搁较济的应允，就是阿必兰要有济济子孙来承接上主的应允。立约的时，阿必兰也无惊疑，总是对立约迄贴起，上主的应允已经启动。既然相信上主的人，要见证这个应允实现。默想，我要安怎面对上主应允的祝福？有包含苦难，我有信心甲上主立约也无？我要安怎面对上主应允的祝福？有包含苦难，我有信心甲上主立约无？咱来祈祷，甲咱立约的主。伫你的应允中，虽然有我必须承担的苦难，求你帮助我，
甲伊当作祝福的一部分，互我会通因为信，看见你应允的实现。奉主耶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